有老師為咗提高學生嘅學習興趣，拉近彼此嘅距離，特別進修改善溝通嘅心理學。再由張偉慈講下。學生認為老師同佢哋講啲乜嘢最啱傾呢？醫術方面啦，講翻呢排興嗰啲遊戲啊。教咗17年書嘅李 Sir 話，學生的確難教咗，咁主要嘅原因係老師同佢哋嘅溝通存在一定問題。而家個細路仔裏邊講說話係咪有套系統特定嘅系統，我哋唔明嘅呢？或者係事實上你見到好多次文化嘅語言，我哋係唔明嘅。佢同一班嚟自唔同學校嘅教師以及校長都參加咗呢個由城市大學舉辦嘅身心語言程序學心理課程，學習同學生溝通嘅技巧。你覺唔覺得你頭外大嘅？我就唔好講啦。咁專家就話啦，其實老師就係學生嘅心理醫生，只要能夠掌握有效嘅溝通方法，不但只可以提高佢哋嘅學習興趣，仲可以改善兩者嘅關係。呢一種方法同傳統嘅輔導好唔同。輔導好似係佢有時我幫佢係咪？成個生語言程序學就話咧，感情嗰度幫佢去上堂嘅，幫佢上堂更加雀躍去收嘅。去收我要傳遞嘅知識俾佢嘅。胡秀全仲話，教師同學生好容易陷入抗衡嘅關係，只要教師能夠調節心態去融入學生嘅世界，好容易就得到佢哋嘅認同。亞洲電視記者張偉慈報道。